大家好，這期視頻繼續來了解一下漢語方言嘅聲調嘅數量。大家都知道，普通話係4個聲調，分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下聲。普通話沒有葉聲韻，粵方言嘅葉聲韻數量比較多。大部分嘅粵方言，包括廣州話在內，有3個葉聲調。廣東博柏高盧片粵方言葉聲韻嘅聲調都差4個。普通話嘅上聲、下聲冇分陰陽，絕大部分嘅粵方言、小部分嘅客家話、大多數嘅閩方言、部分吳方言、部分贛方言嘅下聲都分陰氣、老陽氣。上聲分陰陽嘅方言相對冇多，包括閩方言、客家話、贛方言、老部分嘅粵方言都只有一個上聲調。廣西博柏老廣州嘅粵方言上聲分陰上、老、陽上。廣西沿海鳳山江老黔州兩市市區嘅粵方言嘅上聲調都冇分陰陽，下聲也冇分陰陽。閩贛兩方言幾乎都係上聲冇分陰陽嘅，包括南昌、福州、廈門、漳州、寧德、綿川等地。葉聲數量在北方方言區相對簡單，普通話沒有葉聲，山西老陝西嘅晉方言有葉聲，一部分人士分陰葉、陽葉，一部分人士只有一個葉聲調，部分晉方言冇葉聲。絕大部分嘅北方方言沒有葉聲，只有4個聲調同普通話。山西潤和人晉方言冇上聲，平聲分陰陽2調，下聲冇分陰陽，葉聲分陰葉、老陽葉，合計聲調數量為5個。山西魯番人晉方言葉聲也係分陰葉、老陽葉，下聲也冇分陰陽，有上聲冇分陰陽。但係魯番話平聲冇分陰陽。以上潤和老魯番兩人嘅平聲、上聲都與南北地區嘅絕大多數方言有明顯嘅差異。山西人、中陽人能向晉老汾陽、雲鳳晉嘅方言又係另外一種聲調類型。這兩人晉共有4個數聲調，老普通話相同，分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下聲，還有2個葉聲調分陰葉、老、陽葉。大部分嘅客家話屬於這種6聲調嘅類型。江蘇南通江淮官話上聲冇分陰陽，平聲、下聲、葉聲都分陰陽，合計7個聲調。部分客家話屬於這種7個聲調嘅類型，主要係下聲分陰陽，葉聲2分陰葉、老陽葉。閩方言也係多數屬於這種類型。在眾多聲調數量比較多嘅粵方言，對比粵方言內部嘅差異，表格中廣州話係9個聲調，博柏人博柏晉粵方言總共有10個聲調，博柏人潤安晉有13個聲調，鳳山江黔州兩市市區嘅粵方言只有7個聲調，數聲調嘅調類同普通話4個，葉聲調分3分。南寧市區嘅粵方言有9個聲調，聲調分類聲調數量同廣州話，除了3個葉聲調，數聲調嘅平、上、下都係分陰陽。粵方言與其他方言對比，最大差異係葉聲調嘅數量比較多，一般係3個，以廣州話為代表，少數有4個甚至5個葉聲調，其中博柏人潤安晉有13個聲調，葉聲調總共有5個。以廣州話為代表嘅粵方言聲調系統中，上聲、下聲都分陰陽，這點老廈門話、外人嘅客家話都冇相同。好嘅，漢語方言嘅聲調嘅對比就介紹到這點，多謝大家嘅觀看，下期視頻再見。